主席，即係好有趣嘅，聽阿袁秋批評啊長毛把聲難聽。即係如果你問香港市民呢個立法會最醜陋有邊幾位議員咧，我相信袁秋排頭3位咧，就即係冇乜人會反對。主席，就講到呢一個嘅修改憲法啊，同埋呢一個嘅港人治港嘅問題咧，大家睇翻呢個歷史。其實過去嗰20多年咧，香港人即係嗰內部撕裂嘅情況咧，係有2個主要嘅時段嘅。第一就係喺呢個嘅8964呢一個之後啊，咁當然好多當年支持學運嘅人士咧，最後即係變晒立場啦，係嘛？包括譚耀宗又好，梁振英又好，以前出咗啲聲明點樣支持學運，最後就全部改變晒自己嘅立場啊！咁加到做咗即係政治權貴。咁第2次撕裂就係呢一個嘅雨傘運動，即係你睇翻呢2次嘅撕裂嘅成因咧，都係同中國共產黨嘅極權管治有關。嗱，自從84年簽咗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咧，在座好多個民主派嘅人士，當時係支持民主回歸嘅。有部分嘅所謂港英餘孽咧，包括有啲做過立法會嘅主席添啦，係嘛？佢哋當時有部分人士咧係支持主權換治權嘅，但係當年我係極力反對呢個嘅形式啊！我哋家就被批評為我哋呢一類當時支持回歸嘅人呢，就係呢個大中華膠啊！咁呢個係歷史嘅發展，而當時支持呢個主權回歸呢，某個程度上可以話呢個嘅民族嘅情意結係對係錯，呢個留待歷史去判斷。咁喺嗰6年裏面，由呢個嘅1984年到呢個1989呢段期間呢，基本上香港人絕大部分嘅民主派呢，都係願意參與呢一個嘅商討形式去訂定呢個基本法。咁但係8964之後出現呢一個嘅社群同埋政治上嘅撕裂，當然其中一個撕裂嘅成因就係雙查方案。係咪喺基本法起草到後期咧，突然間喺呢個嘅88年嘅11月咧，就提咗呢一個嘅雙查方案，咁導致到喺政制發展方面咧出現一個嘅對立。咁而當時就算係基本法定咗，好多當時嘅市民唔接受啊呢一個嘅基本法，我哋亦都焚燒過基本法嘅政改部分，呢個政制部分，但係仍然都覺得中英聯合聲明同埋中央嘅承諾，大家仍然有些少信心嘅。大家記得民建聯都支持嘅07、08雙普選啊，最後褪到去2012雙普選。咁但係最後喺呢一個嘅03年7·1，基於呢一個嘅70萬人上街50萬人上街，中央對香港失去信心，就一下就單方面撕毀咗呢一個高度自治的，成立咗呢一個嘅港澳小組咧，之後就全面接管香港嘅內部事務，已經一國兩制、港人高度自治呢樣嘢咧，可以話已經係名存實亡。咁其後呢個釋法啦，除咗99年嗰次第一次釋法之後咧，咁跟住04年第2次釋法，正式講咗07年嘅行政長官嘅選舉唔會實行普選啦，08年嘅立法會仍然照舊唔會取消功能組別啦。咁第3次釋法就係呢個特首嘅任期，中間亦都加咗04年嘅政改，由3部曲改為呢個嘅5部曲，連串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單方面改變咗當時嘅承諾，係粗暴咁樣撕毀咗呢個嘅港人高度自治呢個嘅承諾。跟住中聯辦成為第2個權力核心啦，係嘛？大家都即係好多嘅喺97即係嘅時前後，其實中聯辦都有好多個聯絡，但係喺03年之後咧，係呢個嘅公開高度介入香港嘅管治，正式成為第2個權力核心。其實個權力核心已經逐步由呢個中環轉咗去西環㗎啦，係嘛？中環特別係梁振英上台之後，連第2個權力核心成為一個嘅附屬附庸嘅啫，已經係新嘅政府總部喺梁振英管治之下，呢個權力核心其實係跛腳鴨嘅，真正嘅權力核心
已經轉咗過去呢一個嘅西環。咁所以係中央政府單方面改變咗，令到香港市民冇信心，香港市民失去呢個嘅管治啊！唔好話對呢個嘅香港特區政府啦，對北京政府，特別對身份嘅認同都出現劇變啊！由早前嘅超過一半嘅香港人認自己係中國人，家下得返唔夠9%啊！特別絕大部分嘅年青人喺身份認同方面已經唔承認自己係中國人啦。咁所以呢一個改變，你怨香港人啊？你話香港人唔成熟啊？當然冇你哋咁成熟，冇你哋咁功利，冇你哋咁富貴。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係政治嘅現實啊嘛。呢個社群嘅撕裂，對中央失去信心，對呢個嘅民族失去信心，對個身份認同失去信心嘅話，你要處理呢個問題啊嘛。你可以繼續高壓打壓㗎，你殺晒佢哋咯，咁叻係咪？你消滅晒佢哋咯，趕晒佢哋去海南島，又上山下鄉，再進行一次嘅大清洗咯。外國好多地方試過啦，呢個嘅民族清洗，你咪清洗晒嗰啲唔承認自己係中國人嘅香港人咯。但呢個唔係文明嘅做法啊嘛，共產黨做慣嘅呢個，咁所以你要處理呢個問題，你要令到呢個社群之間有機會協商，有機會共議。協商同埋共議最好嘅方法就係重訂協議啊嘛，重訂呢個社會協約啊嘛，重新訂定呢個憲法，令到市民覺得呢個社會、呢個地方、呢個管治係佢哋嘅一部分啊嘛，唔係下下就你哋代表晒、決定晒，剝奪佢哋嘅基本權利啊嘛。呢個重新協議係挽救呢個危機最好嘅方法。你放棄呢個方法，用強權、用呢個高壓嘅話咧，你只會令呢個撕裂進一步呢個惡化。有冇其他議員要發言？